提起Hey Design， 大家腦海中出現嘅通常係精緻嘅法式線條，或者係閃爍嘅輕奢風格。但係今次客人竟然提出一個完全相反嘅要求，佢要喺524尺嘅屋企入面種出一片日式枯山水庭園。咁呢個單位咧係位於南昌嘅維港匯。枯山水呢個日式嘅設計元素咧，其實最主要我哋可能牽涉到一啲石頭啦、白沙啦同埋草木為主嘅。咁我哋都利用咗呢幾個元素去做我哋今次呢一個室內設計項目。一邊係華麗繁複，一邊係極簡留白，呢一種風格上嘅基因衝突，對於設計師 Ronald 嚟講係一場前所未有嘅挑戰。既然風格截然不同，點解業主會咁放心將呢場豪賭交俾 Ronald？ 答案埋藏喺5年前。戶主咧其實同我哋都好有淵源嘅，咁佢已經係我哋4-5年前嘅客戶啦。咁啊，今次亦有幸咧，佢買咗一個新嘅單位，咁做一個比較大嘅翻新工序。原來客人係 Ronald 5年前嘅老客戶，當年嘅合作令到業主深信 Ronald 唔單止係識做風格，更係一個識得聽故事嘅設計師。咁原則咧，呢個單位就524尺，係一個2房單位嚟嘅。咁因為業主咧希望未來會增添一位新嘅成員啦，咁所以佢好希望可以由一個2房嘅空間變成一個3房嘅空間嘅。將原本嘅書房空間變成一個上下層形式去展現。咁啊，上層我哋做咗一個閣樓啦，可以做一個睡眠區去使用嘅。下層咧，我哋歸納翻佢為一個客飯廳，亦都擺放咗一張梳化。咁另外咧，我依家坐喺呢邊嘅身後咧，原本就係屬於我哋嘅主人房嘅。我右側呢個區域咧就係原則嘅客飯廳。咁我將佢哋2個嘅空間打通咗，成為咗一個多功能嘅活動空間。就算Hey Design以往標榜輕奢，但係業主睇中嘅係 Ronald 對空間規劃嘅執着，同埋嗰份一定要幫佢揾翻獨特性嘅創造力。普遍咧，我去做設計嘅時候咧，要符合客人需要之餘咧，其實我最主要着重咧就係空間嘅規劃嘅。咁啊，香港發展商嘅開則咧，普遍都大同小異，令到成個生活嘅元素咧都少咁啲個人嘅色彩。呢個單位唔係一份單向嘅功課，而係2人共同修行嘅成果。由石材嘅觸感、木皮嘅色澤，到天花板每一棵仿真樹木嘅擺位，業主都同 Ronald 一齊鑽研。日式風格咧，最主要其實都以大自然嘅元素為主嘅，所以你見到我哋今次嘅室內設計項目咧，都牽涉咗好多唔同一啲自然嘅材料。咁用一個唔同形式去表達啦，無論係我哋用嘅牆布，同埋我哋現時呢個天花嘅造型上邊，其實我哋都有啲仿真嘅樹木喺度鋪砌而成嘅。雖然為咗新成員加入，單位要改造成3房，仲要處理閣樓同地台等實用功能，但喺2人嘅默契之下，呢啲瑣碎嘅生活感，通通消失喺一片禪意之中。第二樣嘢咧，我最專注咧就係一啲設計上面嘅獨特性啦。因為每一間屋都代表每一個戶主嘅要求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喺設計上邊可以呈現到戶主每一個唔同嘅性格同埋生活要求等等。日式風格咧，佢哋比較少用一啲泥水磚牆去做一個間隔嘅劃分嘅，咁所以我哋都仿效咗呢個元素，我哋利用咗一個條子嘅半透明嘅趟門去分隔咗主人房同埋我哋客飯廳嘅區域。咁因為我哋空間改動咧，令到客飯廳少咗一啲陽光嘅滲入啦。咁變相我哋就喺和室呢度加咗一啲鏡嘅元素，去反射翻呢個單位嘅西南方嘅環境嘅。對 Ronald 嚟講，設計唔單止係視覺上嘅呈現，更重要係點樣將細節結合。除咗空間感， Ronald 花好多心思喺整體嘅平衡感上面。
咁第三點咧，我比較着重咧就係材料嘅配搭。咁因為喺一個單位入邊咧，其實牽涉咗唔同嘅材料嘅，例如地磚啦、傢俬嘅飾面啦、牆布啦、天花燈等等嘅。咁你要好適當地協調佢哋嘅輕重咧，去營造一個好嘅氛圍先得嘅。咁喺玄關呢一個鞋櫃上邊咧，我哋利用咗木格山嘅元素啦，望落有一啲似和室嘅設計嘅。咁另外亦都配合咗一啲仿真嘅樹木去做鋪砌咧。由法式風格跨越到日式枯山水 ，Ronald 展示咗對美學認知嘅深度同廣度。呢次成功證明咗設計師嘅價值唔係重複自己，而係打破框框，陪住客戶一齊探索未知。呢份跨越風格嘅創造力，正正係Hey Design能夠再次贏得客戶信任嘅原因。